你要幹什麼？幫你接生啊！加油，等下！使劲！加油！再用力！使劲！快了！加油！恭喜你啊，孩子順利生出来了。徐有伦，看，我们的基因适配成果多麼完美！爸爸。不！你醒了？你现在还动不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跳车的时候，你撞伤了肩胛骨，给你用了机体修复剂，麻痹是正常反应，明天就好了。非法囚禁可是重罪，你赶紧把我放了。这里和地球是孪生星球，除了生育机制不同，社会形态和文明进程全部一样。这是开普勒的生育机制，女性来提供基因序列，男性承担孕育。我们觉得这是最公平的协作。这跟我有关系吗？明天上午9點，我帶你去生命管理局，在那兒你會看到你與這個社會的關聯。大哥，放過我行不行？我有什麼值得你們這樣大費周章的來搞我？意外已經發生，我們共同面對。哎，不是，神經病了！我去，这难道是什麼器官販賣組織？我不會是中毒出現幻覺了吧？一定是聯合3D做的局，想搞垮我的心態，把我送進精神病院。你等我一下。演員，這演技比我們拍 TVC 的模特強多了。幹什麼？對不起啊。下一位，徐游倫。怎麼坐輪椅啊？他昨天摔傷了，行動不方便，你正常檢查吧。來，把衣服撩上來。啊？沒事兒。來吧，撩上來，放輕鬆，不用那麼緊張。很多準爸爸第一次做檢查都這樣。來，孕週。哦，7週。胎兒活性很好。不是，這是什麼？這是規定，為了更好的監測你和孩子的安全。系統已經自動完成建檔，你們可以回去了。謝謝。蒋博士，關於原基因項目，你在地球調研期間是否發現具備潛力的原生基因？
經過初步掃描，還未發現。基於現狀，結合戴雲博士的基因風險評估報告，原基因項目無限期暫停。真可惜啊，賈博士，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。不过说真的，项目暂停是很明智的。那些地球基因啊，既原始又杂乱，即使强行结合，也只是一种污染。我们追求的是宇宙间最完美的生命形态，不是那些泥巴里打滚的土著基因遗傳。那样的基因就算诞生了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你的結論下得太早了，戴雲博士。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它來自哪裡，而在於它是否能承載未來。可是我覺得，戴雲博士，你今天很閒嗎？我們來聊聊後續的解決方案。我希望你留下，把孩子生下來。作為補償，我會給你一筆錢，這是合同。我知道你一時無法接受，但我覺得這是最理性的解決方式。好，那我們就理性的聊一下。第一，我是一個男人，我不接受生孩子。第二，我一個廣告總監的身份，空窗期1年，我這等於自毀前程，你懂嗎？我可以保證你的生活，你不用為生計擔憂。你聽不懂人話是嗎？我說了我不願意，我一個大男人我怎麼生孩子啊？你這完全超出了我的生理認知，還有男性身份。我的方案是把孩子打掉，立刻馬上送我回地球。這個方案不可行，我們這兒的法律是不允許墮胎的。況且你回地球，那裡的醫療是無法解決男性懷孕的，你會被當成怪物，甚至是科研對象。這男的還會懷孕？怪物，怪物！男人打肚子，男人打肚子！怪物，怪物！你在幹什麼？哎，你在幹什麼？幹什麼？